好耐冇去大長揼骨啦，今次嚟到嘉年華湯泉試下佢咩料。見到佢有自助餐啦，咁但係呢門票都幾貴下嘅。呢度係個大眾點評嘅價錢，究竟服唔服？環境質素係點呢？我哋一齊 Let's go 啦！大劇院站 E 出口呢邊嘉年華，見到呢個嘉年華啦。哦，呢個樣嘅8小時內含一餐，特價中式219，特價大堂2項219。咁呢喺大眾點評入面呢，就買咗398啦，咁就係可以逗留24個鐘嘅中式，同埋有個自助晚餐。嗰個套票入面呢，就可以加90蚊做埋嗰個大堂，包埋小費、服務費嗰啲啦。咁如果呢啲做呢，就要再俾60蚊嘅小費。俾好評之後，哇，換咗杯，同埋護手霜，換衫。沖涼房，呢度有個防呆神風筒，大浴池，浸腳大浴池，呢啲係咪收錢嗰啲啊？濕蒸房、乾蒸房。出到嚟有個打卡位，呢邊又係打卡位。見到有個古鎮喎，海灘呢邊嘅。嚇！呢棵樹整得咁靚嘅，真定假㗎？哦，假嘅，好似喎。唱 K 跟住呢個圖書館，讀心術，跟住嗰邊係餐廳，水果、雪條、嘢飲、水果同埋手沖嘢飲，免費暢飲。食飯要拍房卡，晚餐係6點，排隊等自助餐。甜品、壽司、沙律，一堆炸物啊！炒飯、炒麵、三文魚、菜、雞啊、蛋啊，搶晒啊！搶晒啊！糖水、冷盤、吸煙房有2間，呢啲啊懶人區，聽到啲細路哥喺度打機喎。喺度打機，仲有夾公仔、蟲洞，咩啊？細路哥入去嗰啲。小朋友 playgroup 喎。大堂上面嘅角度幾得意喎，餐廳呢度，跟住呢度都係個大堂。哇！呢個鹽磚房圍爐取暖喎，
幾得意喎！洗手間、坐廁，跟住淋浴間。咦，啲相其實都幾真實喎，幾真實喎呢啲。咁大堂呢？大堂足療、賭牌、上鐘。呢度有充電線，跟住呢係真係充到電嘅，可以睇電影。呢個上次睇呢個幾好睇，有電視劇。佢呢，如果食足4餐就應該最抵嘅，因為24小時呢係有4餐嘅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同宵夜。佢呢度有鮮榨蔬菜汁飲飲，頭先試咗蘿蔔，覺得幾好飲，西瓜都 OK 甜嘅，青瓜係唔甜嘅，青瓜比較難飲啲。你看到這麼一點水果就激動了。這不是邀請函出去之後的？什麼？我說這不是這個邀請函出去哦。你這麼瘦還肌肉發達？小腿是啊，小腿。就咁睇啲房都幾多嘅，按摩房嘅樣。如果熄燈瞓覺呢，就係呢度有盞燈照住嘅。呢個一人房，咦，唔係喎，2人嚟嘅喎。呢個係中醫床就高啲嘅，呢個中式。好啦，啱啱已經按完一輪啦，咁就呢度嘅環境呢係屬於中大場啦，係有好多娛樂設施啦，亦都有嗰啲兒童 playgroup 咁樣嘅。咁呢度嘅賣點呢就係有自助餐，一日係有4餐嘅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同宵夜。咁佢呢啲價錢呢就需要買肉票啦，肉票入面都會寫翻有幾多個鐘頭嘅逗留，8個鐘定係24個鐘，咁就有唔同嘅價錢嘅。而我今次呢就喺美團度買呢個套票呢就係24個鐘嘅，咁可以食足4餐啦。不過時間關係，我淨係食1餐啦，咁就試咗佢個晚餐。佢嘅晚餐種類款式都算多嘅，同埋都唔擔心俾人搶晒咁樣，因為佢會 fill up 嘅。咁味道都係正正常常都 OK 嘅。另外呢，就聽佢講呢，星期六呢係多人到，甚至可能冇位坐啦。而我星期日下午4點過嚟呢，就唔使點樣等位，技師都唔使點樣等嘅。咁佢呢度呢，整體環境冇乜煙味，但係呢，就係廁所嘅位置呢，就會比較大味啲。喺上房按摩嘅洗手間呢，就係有陣燒香嘅味啦，我都唔係幾中意。咁就嚟翻個最後評分先，按摩質素呢，就會俾6分。咁就普普通通嘅，咁就應該都要遇啱技師啊。咁環境方面7分，呢度嘅設施都比較多啦，都算多嘢玩嘅，同埋啲水果都算甜嘅。大堂亦都有電影睇，服務方面都係7分，正正常常。不過整體我覺得始終價錢都比較偏貴啲啦，因為佢個自助餐嘅種類都多。如果你可以食到幾餐啊，過埋夜嘅話就會抵啲咯。星期5、6日12點前過夜呢，就需要加2個鐘嘅，如果12點後過夜呢，就需要加1個鐘，咁就可以喺間房度過夜㗎啦。咁呢度呢，就喺大劇院站隔離，非常之近。走嘅時候呢，都可以坐佢嘅專車去皇崗口岸嘅。今次嘅分享又差唔多啦，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我拍呢啲大嘅骨場系列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啊！中意呢條片記得讚好同埋訂閱蝦媽教主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